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講緊黃大仙靈籤第27籤。咁27籤咧係一支中平籤嚟嘅。咁佢就講越王復國，即係越王就即係咩啊？越王勾踐越王夫差嘅故事啦。咁佢4句籤文就咁講嘅：天晴粉節翻衣曬，又看庭前矮陣排。隊伍齊整催或退，時開時合思何佳。咁越王勾踐吳王夫差嘅故事，我相信大家都略有耳聞，因為佢就係臥薪嘗膽呢個故事嗰個出處啊嘛。咁原來當年就係咁嘅。咁當年咧就越國個皇帝咧就駕崩，咁勾踐就繼位。咁繼位之後咧，吳王就真係攻擊佢嗰個國家啦。咁又打唔贏喎，佢哋世仇嚟噶嘛，即係好似曼聯同利物浦咁樣啦，世仇嚟噶嘛。咁啊打完之後咧告受傷，未翻去完啦，咁就夫差繼位。咁夫差繼位之後咧，就父仇不共戴天，就揾10個侍從，每見到佢咧就動喺嗰個宮殿嘅中間，就見親佢就提佢一句啦：夫差以亡越王殺爾之祖父。跟住佢就會答咯，佢就自己叫人講，自己答嘅喎，就唯不敢亡，就提醒吳王夫差呢一定要殺咗越王，一定要反攻殺父之仇。咁結果咧，吳王夫差就好努力咁守孝3年之後咧，就揮大軍以伍子胥為嗰個叫咩啊？伍子胥冇記錯係大將啊，就一路打就八禧做副手，就打，一路將吳王咧殺到片甲不留。咁最尾咧喺應該係回溪咧，勾踐就兵敗。咁佢知道咧，越王因為佢係父仇不共戴天啊嘛，就一定會殺佢噶啦。夫差咁勾踐就點做咧？就真係用有錢使得鬼推磨，就送啲金銀，就唔係送俾個皇上喎，送俾佢個副手，送俾個副手咧，執好多錢俾佢。咁結果咧，佢就講盡好説話，阿副手就講盡好説話，就保佢唔死，就留佢條狗命喺度。咁就留佢條狗命喺度做咩咧？咁佢入咗去被困啦，咁人哋捉得你，梗係階下囚啦，就被困困住咗喺度軟禁咗3年之後咧，咁佢有個軍師犯錯。咁佢就卜到啦，卜到啊吳王夫差呢個病就嚟好噶啦，佢啱啱病咗。咁佢就話，咁佢就去探啊皇上。咁為咗令到人哋覺得佢冇晒嗰啲叫做爭鬥之心咧，去探皇上嘅時候啊，身體睇嚟好好喎，冇問題喎。不過我想驗清楚佢個身體好唔好咧，就點咧？就食佢啲 boo 啊，即係真係正宗講叫食屎啊！食屎就話佢冇記錯，佢嗰陣時我睇過另外一本書講咗話，啲屎味唔知點樣清涼定乜鬼嘢，就應該好快好翻噶啦咁講。咁你係個皇上會諗啊，屎都食得咯，呢條友真係廢人嚟噶啦，冇用噶啦。佢點諗到越王勾踐係忍耐嗰個能忍嘅程度去到，我就係食屎嚟減低你對我嘅嗰個叫做防備之心，就放咗佢翻去，放虎歸山。跟住越王勾踐咩啊？翻咗國家之後咧，臥薪嘗膽，10年等候，休養生息，10年練兵，20年之後，成日話君子報仇10年未晚啊嘛。佢等咗20年，20年之後出兵，衝翻晒成個國家，打死翻吳王夫差。結果越王勾踐成為皇帝嘅。咁越係咩地方啊？其實講真，越咪就係我哋而家企緊地方咯。我哋講粵語噶嘛，以前叫百越啊嘛，即係差唔多呢啲地方啦。咁其實呢個故事講咩呢？佢講如果你係求乜嘢都好，其實係一個大起大落。又做皇帝，兩個皇帝都好，我理得你係越王勾踐定吳王夫差都好，都係忍手，然之後衰晒，記得自己要做啲乜嘢。一個就揾10個人嚟提自己要報仇，一個人就為咗要報仇，屎都食得落，忍咗20年，計埋嗰3年，忍咗23年先報仇。就係你要成功，第一樣就係你有幾忍得，有幾堅毅，做到幾多嘢，你先可以成功。而另外就係呢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兩個人都係講緊係一個超級大起大落、大起大落嘅時候。如果見到個環境唔好，咪忍下咯。始終忍完，你得翻富貴嘛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。所以雖然呢只係一支中平籤，但係就睇下求籤者來人究竟問嘅問題係乜嘢，而代翻有個故事裏邊可能係大起，可能係大落，各自有唔同。咁但係知道二擇其一，你成就我敗，我成就你敗。如果你配合喺感情度，可能係兩個爭一個，
冇得話雙樣噶咯喎，係邊個好與唔好，得與唔得嘅遊戲。如果你問一家人事情坎唔坎坷，或者係我求嘅地方係咩啊？家庭和唔和睦？咁你話啦，家庭和唔和睦啊？感情好唔好啊？如果你係求一啲嘢係，我老細對我好唔好？一聽呢啲咁嘅肯定就知道，越王勾踐上翻位之後，所有忠臣又係同朱元璋嘅結局一樣，係佢軍師應該係犯錯就叻啲啦。到佢一慶幸，佢一上位嗰日就諗點樣殺人㗎啦。一做皇帝嗰日佢就話：我係時候退啦，走得啦咯。古代軍師走得啦有幾多個啊？張良、蕭何都走唔甩晒啦，犯錯啦，劉伯溫啦，所有皇帝上咗位之後，對忠臣嘅結果其實好值得我哋有時伴君如伴虎去借鑑嘅。OK， 今日去到呢度，咁如果幫到手嘅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